培育台语家庭计划暂时已经正式起稿，不过咱全台湾22个县市也有一半以上是无设推广点。台语团体就认为讲，有一个县市对这台语的议题较无遐要义，也是讲无清楚计划要哪实施。希望讲文化部是当较密切甲地方沟通。 为着要鼓励民众伫日常生活中接使用台语，改善语言传承甲传递消息的轨迹，文化部第25正式推动台语家庭计划。不过，全国22个县市根据文化部提供的资讯，目前敢若伫10个县市有设推广点，另外亲像湘北、桃园和花东等等，也有一半以上的县市无设推广点。其中台北市府是解说讲，毋是无愿意配合中央，因认为施行的时间尚迫，拍算明年再讨论。 为着要配合这台语家庭的推动计划啦，即摆台北市政府嘛是想讲，应该是甲大家共款啦，同齐拢伫迄个图书馆啊、空间的盘点盘点一寡作业的时间啦，讲明年度看，阮即来甲即个教育局甲家庭教育中心来同齐来讨论。 原来新北市府是讲，因为有人力甲空间的限制，所以无设推广点。不过会配合文化部办理同累积点数的推广活动，保障台语家庭的权益。针对半数的县市拢无设台语家庭推广点，台语团体认为有一寡县市可能是对台语家庭计划无要义，也是无够理解计划要安怎实行，因毋望文化部就要积极甲地方沟通。 有寡县市可能是无介要意即款计划啦，无专业单位应该是一个真主要的原因啦。因为你若讲像客委会、原民会，安尼就较有对口单位通好直接处理嘛。县市政府较有伫个一寡所在有通好设推广点嘛。应该民间社团部分，是直接就是办推广活动啦，甲意识培育相关的。 工作啥的，安尼较有法度去，互即个台语家庭顺利节点成功。陈峰辉认为，应当设立台语专职单位，安尼计划要实践较顺时。嘛强调民间团体虽然会当协办相关活动，不过人力甲资源拢真有限，要是爱中央地方做主力来说。原来文化部是讲，拢有提供经费，互各县市来申请设立推广点。针对也未设立县市，因会阁继续协调。记者卢尚祖、郑俊友台北报道。